歡迎大家收睇今集嘅市場圖表深度分析同埋今個星期嘅交易機會。呢一個係免責聲明。咁我今日咧就想分享下我係點樣去揀、點樣去買股票嘅。咁我就想分享兩個重點啦。強勢股咧唔代表可以即刻買入。要發展出形態買入點嘅強勢股先可以買入。咩意思呢？例如 SNDK， 我舉一啲近期少少嘅例子。SNDK 係咪強啊？係咪好強勢啊？大市拉回到50天線，佢只不過拉回到去20天線。大市反彈，佢即刻破頂反彈，係咪好強啊？但呢一種嘅股票咧，我係未必會去買嘅。當然你短炒可以啦，但係如果係做一個 position trade 嘅話，我未必會買咯，因為佢太延伸啦，佢冇一個嘅整固嘅區間啊。咁咩股票我會買呢？就係一啲嘅股票，佢發展出一個大嘅 base， 一個 VCP 嘅形態，佢突破嗰一刻我會買。呢一個叫形態買入點，呢個叫 VCP 形態，佢突破形態買入點嗰刻我就會買。當然佢呢一個最後一個收縮咧，我要見到一個嘅相對強度出現啦，即係我要佢強勢股嘅同時，仲要發展出形態買入點。佢呢一段咧，佢冇一個形態咧，冇一個整固嘅形態咧，我係唔會買嘅。當佢升咗一段，再發展出一個小型嘅整固形態，我會重新考慮。舉一啲近期少少嘅例子啊。ARM 呢一隻我都有 trade 過。你見唔見佢整咗個杯柄嘅形態啊？或者叫 VCP 啦，一個波段收縮嘅形態。佢突破嗰一刻，佢見唔見到佢突破嗰一刻，佢有相對強度。呢一條係 RS 線，RS 線你上網 check 下，上 TradingView 揾嘅話就揾到噶啦。佢突破形態買入點嗰一刻有相對強度，跟住升咗一浪。跟住呢一度，佢升到咁上下，做咗一個整固嘅區間，類似 VCP。佢突破嗰陣，再次展現到一個相對嘅強度，買入，跟住坐一浪。但係佢去到呢一度嘅時候，佢去到呢一度嘅時候咧，都未必會買，因為佢可能要再發展出一個嘅整固形態，我先會重新考慮。通常佢突破嗰一刻咧，我就會買㗎啦。呢一隻我都 trade 過2次，呢一度一浪。當然我去到呢一度我冇全部買晒，我有繼續揸啦，即係我賣出咗一半左右啦。佢去到呢一度再加翻個半注，再繼續坐。去到呢啲高位就可能食少少利潤，跟住繼續坐。講少近期少少嘅例子啊，例如 Intel， 佢係咪突破咗一個大 base 啊？呢一度，當佢突破咗呢一個大 base， 佢迎來一段非常強勢嘅升浪，非常強勁嘅升浪。咁佢升緊嘅途中，佢係展現到佢係強於大市啊嘛。咁你係咪一定要呢一度買呢？當然你喺呢一度可能撞彩買到有錢賺啦，但係我自己咧就未必會咁 trade 啦。我自己咧就會突破形態買入點嘅同時，要有相對強度。當時大市係拉回到係
跌穿200天線，而佢只不過佢拉回到去呢個100天線左右，跟住就買入咗。佢買入咗，佢展開強勁升浪，佢有相對強度，但係佢呢一度係冇發展出形態買入點，所以我係淨係坐個浪，而我係冇。你係唔應該係有一個買入嘅動作，因為你喺呢一度已經買咗。咁幾時應該買啊？就係當佢發展出一個形態買入點嘅同時，你先要重新去介入。你見唔見一個整固形態啊？畫齊啊！我最中意咧就係一啲升咗一段，跟住就發展出一個整固形態。佢可能拉回到去30天線，甚至係50天線，最好同時咧嗰啲嘅移動平均線係捆埋一紮嘅。即係點解我要啲移動平均線係捆埋一紮咧？就係因為佢越係捆埋咧，佢嗰個整固咧係越係強勁嘅。佢個整固得越係強勁，好似彈弓咁啫嘛。你拉得越狠，咁佢射出去嗰個力係咪越勁啊？最好同時周線圖佢有一個成交嘅收縮啦。見唔見到啊？佢上升嘅時候一支一支巴咁升，成交量同時放大；拉回嘅時候，成交量縮細；再度突破嘅時候，成交量放大。呢啲係呢個叫周線圖嘅奇形啦，或者日線圖就叫一啲嘅整固形態，叫 VCP 啦。不過理論上咧係呢一日買嘅，理論上嘅咋，我唔係投資建議啊，但係我自己咧呢一日我係冇買嘅。呢一日突破下降趨勢線嘅同時係要買，理應係要買啦，但我冇買到。我拉回嘅時候買咗低量拉回啊嘛，佢日線圖都係低量拉回，相對強度係有噶，你見唔見到啊？如果你係呢一日先買咧，遲咗少少，不過佢算係突破前頂。你最遲呢一日要買㗎啦。嗱，我唔係投資建議啊。你見唔見佢盤前139蚊啦？我而家係7點幾錄影啦，星期一，因為我尋日先 screen 完股票，跟住落嚟我所談論嘅股票咧，我講多次，唔係買入建議，唔係投資建議。我只不過我而家觀察緊，今個星期有機會出現買入點嘅強勢股嘅啫，純粹個人分享，不是投資建議。By the way，有人問我用開邊一間券商去炒股票，我自己咧就係用富途牛牛嘅。咁如果你用我呢個曲去開戶嘅話，就有多200蚊嘅現金券。呢一個係限時係優惠，下個月咧就未必有噶啦。咁啱先咧就講咗 Intel 呢一隻嘅股票啦，咁我補充少少嘅資訊。咁佢突破，咁我哋操作呢一類嘅形態嘅時候咧，有兩個方法啦。第一個方法咧就係突破啦，例如突破呢個前頂，最好同時咧係有 MACD 嘅 crossover 啦。見唔見呢一日突破前頂有 MACD 嘅 crossover，最好有 crossover，因為如果有 crossover，個勝率會大增。有啲做 program trade 或者做 algo trade 嘅人 set 咗有 MACD crossover 咧，就會設定一個買入，就會從而加強咗嗰個買壓。咁個買壓大啲咧，佢上升嘅可能性就會多啲啊。好，跟住落嚟跟住第一個方法係突破啦，第二個方法係拉回啦。例如呢一根突破完之後，拉回咧唔係100% 有嘅，佢係50%。睇下佢會唔會俾一個機會你重新去買入呢一隻嘅股票。例如佢拉回翻嚟一個多重支持區間，配合呢一個嘅下降軌同埋移動平均線呢一紮嘅移動平均線咧，咁佢嗰個嘅，咁佢就會一個強多方好多唔同
嘅交易人都要捍衞呢個位置，咁佢要迎來一段升浪，主要係突破同埋拉回，同埋呢一個整固嘅區間咧，最好同時係嗰啲移動平均線咧係捆埋一紮咁樣嘅，即係咁樣，你見到10天、20天同埋30天線咧係捆埋一紮咁樣，就好似一個彈弓咁樣，佢越係拉得越狠咧，佢個反彈嘅力度咧，彈出個力度咧就越勁。好，補充完畢，跟住講下啲我今個星期認為會即將突破或者拉回嘅股票啦。咁第二隻就係 RXT，佢突破咗呢個 VCP 整個區間，佢大量突破，睇下佢會唔會低量拉回到去呢個6.31呢個價位。如果佢有拉回到嘅話，我可能會考慮買入啦，因為呢一度係10天線前浪頂支持嘅區間。佢而家係盤中，我錄呢條片係9:46，佢而家盤中準備拉回，可能要多一日嘅時間，唔緊要嘅，等多一日啦，可能聽日就得㗎啦。另外就係 POWL 咧就差少少，佢今日咧即係啱啱就突破咗呢兩個嘅阻力啦，但係佢都刮翻落嚟。但係我想睇下佢會唔會升穿呢個位，並維持到收市都係升穿。咁我再留意下啦。第5隻係 FORM 咧都係未突破，準備突破，同埋 KEL 拉長少少咧，其實係一個杯餅形態，然之後佢而家係突破咗呢一個位置啦，突破咗，但係佢而家遠離，但係佢呢個價位遠離咗突破點，所以我未必會去追啦，可能等佢第2、3日拉回我先會追。好，跟住就係 GFS 咧就未 ready 好啦，要等佢整固多一幾日啦，我會再考慮。呢個 Wolf 啦，撈得有啲慢，因為我而家喺會所錄影緊，睇下佢有個相對強度啦，雖然佢有自己嘅周期，佢迎來一個調整，但係佢係 OK 嘅。佢呢一日咧係大量突破嘅，你見唔見佢成交量好大啊？前一日都大啦，呢一日大唔代表咩？因為呢一日係4號日啊嘛，但呢一日都大咧，我估佢應該會上升啩。如果佢突破咗周線圖呢一支陰燭嘅最高點，我會考慮下啦。同埋 Quantum 咧就差啲，不過佢成交量逐漸縮小，睇下佢可唔可以突破，到呢一個 pivot 啦，呢個 cheat 嘅 pivot 啦，我會考慮下。另外就係 MCHP， 而家暫時盤中係突破到啦，不過睇下佢收市，睇下佢嘅收市可唔可以收喺呢兩條線之上啦。我就未係好心急買入嘅，因為佢個成交量，佢開市開咗10幾分鐘，佢嘅成交量都係比較少啦。睇下佢10點幾11點可唔可以去到呢度嘅1/3，我先再考慮下。另外就係 ADI， 今日好多股票有突破啊！呢一個突破啦，呢個都係有突破啦。同埋 MTSI 有個整固嘅區間啦，都係清一色。你發現我跟住嚟講嘅股票咧，其實全部都係差唔多。SYNA 啦，呢一個可能要多少少整固啦，1至2個星期啦，急得嘅。跟住CIFR 啦 ，Sizer
好似係 Cipher Digital 有一個突破啦。不過呢一隻已經係突破咗個大型整固區間嘅，唔適宜追入㗎啦。除非係做一啲好短線嘅操作啦。跟住 APLD 咧都係喺呢個大型整固區間嗰度徘徊啦，就冇 CIFR 咁領先啦。呢一隻咧就落後少少啦，佢未突破，不過總算上返去呢個前高位。跟住就係 BTDR， 呢一隻都係未突破啦，俾多少少時間，可能1至2個禮拜就 OK 㗎啦。我講 OK 唔係代表可以買啊嚇，冇投資建議，我純粹係形容緊佢嘅形態嘅啫。呢隻都係大型整固區間。跟住就係 FLNC 呢一隻咧，就係一個好似個杯柄嘅形態，而家就突破咗啦。你見呢一度有好大嘅成交量，代表咧一啲嘅機構投資者喺度介入咗呢一隻股票啦，同埋佢大量上升低量拉回，大量上升低量拉回。睇下呢一日嘅成交量係咪特別大啦？至少係要大過前一日，同埋呢一條嘅50天均線啦。咁我覺得應該算大，同埋 ADEA 一隻版權嘅股票，佢咧就好似就未突破到啦，可能等多幾日。跟住就係 OPLN， 一個非常之靚嘅 base 啦。你見佢呢個 VC 呢個係好 typical 教科書式嘅 VCP， 睇下觀察多陣啦。急得嘅，同埋 BRUN 咧就係一個突然之間有一個超級大嘅成交量啦。你見，因為呢一日開始係超大嘅成交量，你見到呢一啲係一啲機構投資者介入嘅足跡，可能睇多陣啦，留意多陣啦。呢個突破暫時係突破到啦。不過我覺得佢個整固係未去好耐，未去到好耐咯。話晒呢度升咗成3倍，好。咁今日就講住咁多先。如果你想我分享更加多一啲嘅股票嘅心得咧，咁你就記得係 follow 我呢一個 channel 噶啦。好。同埋我最近咧喺度整緊呢一個嘅美股 swing trade 終極教學課程，如果你想睇嘅話咧，咁你就要訂閱呢個頻道啦。今條片講嘅嘢咧，全部都係純屬係個客觀資料同埋陳實事實，絕對唔包含本人嘅任何主觀意見、市場預測或評論，亦都唔係暗示你係買邊一間公司嘅股票。呢條片係並不構成任何投資建議同埋投資邀約嘅。你因為呢條片嘅內容而造成任何嘅損失，一般人係唔會負責嘅。敬請你留意啦。好，咁我哋下星期再見。